虎须帽，洪永瑜文图，大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老人，他家里祖先众多，祭祀不断，每次都精心准备食物。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每次祭祀都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祭祀桌上的食物总是不翼而飞，等到祭祀快结束时，几乎所剩无几。起初只以为是祖先显灵给吃了，下次祭祀时便准备了更多食物。谁知准备的越多，食物消失的就越多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这都是妖怪们在捣鬼。他们知道这家人祭祀时会准备很多食物，每到祭祀的日子就蜂拥而至，大吃大喝一番。然而老人之所以看不见这些家伙，是因为他们戴了虎须帽。据说这帽子是用老虎的眉毛和胡须制成的，神奇的是戴上它后就看不见了。老人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，但他越想越觉得蹊跷。祖先不是只闻闻气味吗？难道真的会不顾体面把贡品一扫而光？这里面肯定是有鬼在捣鬼。于是这次祭祀，他摆好贡品后就躲在屏风后面观察。夜深了，果不其然，供桌上的食物开始逐渐消失。虽然一个人也看不见，但是能听到吧唧吧唧吸溜吸溜的吃喝声。嘿，你们这些混蛋！老人从屏风后面冲出来，抡起棍子一顿乱打，妖怪们大惊失色，四处逃窜。其中一个被棍子打中，戴着的帽子掉了下来。帽子一掉，身体自然就暴露无遗。果然是你们这些家伙干的好事儿！受到惊吓的妖怪甚至连帽子也顾不上拿，就慌慌张张地跑掉了。老人拿起妖怪扔掉的胡须帽，在老伴面前戴了起来。结果老伴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这老头子怎么突然不见啦？老伴才松了一口气，哎呦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原来如此，这胡须帽果然非常神奇，只要戴上它就能让人看不见。老人得到了神奇的帽子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戴上虎须帽，老人就去了集市，来到一个卖着麦芽糖的摊贩前，偷偷拿了一块南瓜麦芽糖放进嘴里。然而谁也没有看到他，到处闲逛随意偷吃，也没有人知道。只要戴上这顶帽子，就能放心大胆地偷东西了。哎呀，他怎么偏偏动了偷东西的念头？从第二天起，老人就开始戴着虎须帽到处偷东西。他穿梭在各个店铺，偷钱，也偷值钱的东西。店主们都惊慌失措，眼睁睁地看着钱和东西不翼而飞，却连小偷的影子都看不见，真让人气不打一处来。日复一日的偷东西，老人家里堆满了钱财和贵重物品。有了这顶虎须帽，他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。可他仍不知足，一睁眼就想偷东西，屁股坐不住，手心也发痒。
一到赶集的日子就飞奔而去。那天他也偷了好多东西，渐渐感到肚子饿了，走进一家饭馆，刚舀了一勺饭，放在一旁的帽子被邻桌的烟头烫了个洞。哎呦！虽然火很快就扑灭了，但帽子上还是出现了一个铜钱大小的洞。回到家，他让老伴把帽子补好。老伴用一块红布把窟窿补上了。结果，当他戴上虎须帽时，虽然人是看不见了，却能看到补上的那块红布。从那以后，老人走到哪儿，红布就飘到哪儿。村里开始有传言说，只要出现红布，就是小偷来啦。老人哪里会知道这些事情？他像往常一样溜进一家店铺，准备偷东西。谁知店主一眼就看到了空中飘进来的那块红布。错不了，这就是传闻中说的那块红布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店主用烟袋锅照着红布就打了过去，啪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虎须帽被打掉，老人的样子完全显露出来了。你这个混蛋，可算抓住你了！老人被狠狠揍了一顿，赶出了村子。店主把虎须帽也给烧掉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惜呢？不，烧得好，这可不是什么虎须帽，分明是贪心帽啊！